今次同朋友一行8人搭船去中山、珠海玩4日，主要都係想食美食。其中一個外國人揸護照，搭船過關就比較方便。今次我哋嘅目的地係石岐，喺船度就攞免費穿梭巴士嘅飛。城區 A 就係去石岐，10點鐘上船，大約11點就到中山嘅碼頭。過咗關之後，就上咗城區 A 嘅免費穿梭巴士。穿梭巴士大約11點40分開出，12點半左右就到咗我哋落車點國際酒店。落咗車就先去飲茶食個晏。聽講國際酒店裏邊嘅茶樓點心都幾好食。2樓呢個四季廳地方就比較細，坐滿晒，亦都冇8人大台。職員就叫我哋上3樓，嗰邊嘅台就比較多，不過都要等位，等咗一陣。嗰日星期五平日，個場都幾旺，坐低就開壺靚茶，揀咗普洱同埋菊花。酒樓有菜牌俾你睇，不過落單都係用 QR code。點心款式都好多，我哋8個人就比較好，可以點多款嘅點心，每款點心都可以試下。我哋點咗10幾款，佢啲點心水平都唔錯，豆腐外面都脆，裏面都滑，不過燒賣就比較一般。尖椒魚都幾大牙，馬蹄糕中意佢唔係好甜，蝦餃裏面嘅蝦都幾大粒同埋幾爽，皮就略為厚咗少少。呢個砂鍋艇仔粥好好味，粥底都夠綿密，料都幾多，有豬皮、豬肚、魷魚。呢個炒麵炒得好乾身，好夠鑊氣，碟頭都好大，8個人都夠食。呢個脆香艾湯圓，外面就脆，裏面嘅餡係紅豆蓉，比較甜。呢個就麻麻地。呢個脆蝦腸，紅米腸粉皮包住裏面嘅脆蝦腸，夠脆，裏面嘅蝦都好多有大牙。呢個真係好好食。鳳爪都 OK。呢間酒樓有+1，埋單466蚊都算抵食。今次我哋揀咗亞朵酒店，佢就係喺國際酒店嘅右手邊，轉彎直行少少就到，非常之近。呢間酒店都算新，同埋交通好方便。如果搭直通巴士上嚟，國際酒店都係其中一個落客站。酒店右手邊直行就係旗杆橋，過咗橋對面就係興中廣場同埋步行街。喺呢邊住，行街食嘢都好方便。亞朵酒店屬於連鎖式酒店，走日式嘅風格。我之前都有住過亞朵酒店，佢哋嘅枕頭有幾款選擇，瞓得都幾舒服。佢哋嘅枕頭都可以俾客人購買。酒店大堂有提供免費飲品。呢個電腦就係俾你借書，又有打印機。地下呢邊就有藏書角，可以坐喺度休息睇書。佢呢度嘅梳化座椅都幾好坐。酒店提供呢個地圖，介紹中山唔同區域出名好食嘅店鋪。除咗石岐區，仲有東南西北4區。我哋住嘅位置就喺西區。今次我哋會喺西區同埋南區揾食。酒店正式嘅 check in check out 時間就係下午4點，第2日嘅下晝2點。嗰日我哋3點前到，4間房有1間房未得，不過4點之前都俾埋嗰間房，又係 room tour 嘅時間。今次我哋入住嘅時間係星期5晚同埋星期6晚，房間就比閒日貴少少，大約590蚊，包早餐同埋宵夜。房間嘅面積大約35至38平方米，面積都算 OK。而家啲新酒店房間都唔會鋪地氈，比較易打理同埋衛生，有書台同埋2張凳，又有貴妃椅，設備都唔錯。房間望出去對住嘅就係國際酒店同埋喜來登酒店。電視就係接收過來頻道。而家啲酒店都係比較簡約，掛衫嘅地方都變成開放式，有鏡前燈。茶水間有2包茶葉，紅茶同埋綠茶，仲有掛耳式嘅咖啡，又有2個咖啡紙杯，有茶葉自然就有茶壺。呢方面酒店都比較細心。座廁同埋浴室都起埋一個空間，清潔都幾乾淨，用料都幾好，電掣位都足夠，亦都有 Type C， 床頭位都有無線充電。呢個床頭嘅閱讀燈就壞咗啦，另一邊床頭嘅就 OK， 同樣都有無線插電。我哋嘅房價包埋早餐同埋宵夜，原來仲可以免費借書同埋免費自助洗衣，呢個都比較特別。
餐廳、gym room 同埋洗衣房就喺4樓。呢度嘅健身室規模就比較細，隔籬嘅就係自助洗衣房。我拍攝嘅時候都有位姐姐喺度清潔，感覺 gym room 同埋洗衣房都好乾淨。而家同大家介紹下酒店周邊嘅設施。酒店隔籬就有一間 KTV 同埋足浴按摩，轉右直行，跨過旗江橋就去到最旺嘅地方興中廣場同埋步行街。酒店門口都有巴士站，中山嘅巴士都好平，現金就2蚊一位，電子支付嘅話就只需1蚊，非常抵搭。有一條線去沙江墟，嗰度嘅市集都有好多嘢賣，今次我哋都會去嗰邊行下。朋友喺嗰邊都買咗好多戰利品。朋友上嚟中山都想做下按摩，正話喺國際酒店飲完茶，行去酒店嘅途中都見到有幾間按摩店，又近酒店又方便，朋友都好有興趣。check in咗之後都爭取時間，急不及待落嚟做按摩。呢間按摩店店員都好積極拉客，如果人多都可以同佢攞下優惠，送翻啲項目俾你。朋友睇完啲價錢都覺得 OK， 有啲就按身，有啲就做腳。整體嚟講，朋友都覺得呢間按摩店服務都唔錯。做完按摩都5點幾，即刻 call 車去食晚飯，車費都係大約20幾蚊。今次揀咗南區嘅綠野仙蹤，呢間出名食荔枝柴燒鵝。佢本身係一個農莊，佢哋自己種菜，又可以俾客人摘水果。原本想早啲嚟行下農莊，因為做按摩夜咗就行唔到啦。入到嚟見到你嘅燒鵝陣勢非常吸引，15隻燒鵝一字排開一齊燒。佢哋選用清遠嘅黑中鵝，養殖大約90至100日，重量大約3公斤至3.5公斤。出嚟嘅鵝皮同埋肉就最好食。喺呢度食燒鵝就需要預訂，最少半隻。睇完啲鵝就去點菜。呢邊有個海鮮池，有大頭魚、水庫鯇魚，非常生猛。有白飯魚、鱔、魷魚、雞子，仲有大魚頭。呢啲我唔敢食嘅蟲，有蟹有水魚。海鮮嘅種類都好多，有蝦有蟹有魚，仲有好多貝殼類，有聖子有海螺、生蠔、帶子。蝦就有九字蝦、羅氏蝦等等。鍾意食魚嘅呢邊都有幾多選擇，有筍殼、桂花魚，又有龍蝦，又有鮑魚。見到有啲甜品，有煨番薯、焗大魚頭、菊花刺身，呢邊都係佢哋嘅招牌菜，例如鹽焗海螺、鹽焗羅氏蝦、乾煎金蠔。仲有石鍋鱔、煎羊排、生炸苗連甲、古法泥煨雞。呢隻雞都要預訂，早上唔記得預訂，今次就食唔到啦。呢個一品海鮮鍋巴，食嘅時候會淋上咖喱汁。剛才我講嘅餸菜都好受歡迎噶。包間同埋大廳都係圍繞住呢個祠堂興建，祠堂上面都興建咗幾條橋，通去唔同嘅區域，往來都好方便。企喺橋上面都可以欣賞祠堂下邊嘅錦鯉魚。綠野仙蹤除咗食物好之外，用餐嘅環境都非常浪漫。呢邊就係包間，經過煨番薯個爐，跟住就係大廳嘅位置，地方都好大，台都好多，感覺都好光猛。落地玻璃又可以望到出面祠堂嘅夜色。大廳之後就有啲兒童設施，有小朋友嚟都可以喺度玩下。跟住就係佢哋嘅田園。我哋就坐呢邊嘅包房，佢哋嘅包房都有2層高，我哋係坐下一層。呢間房我哋出發之前預訂，
最低消費就600蚊，我哋8個人食超過600蚊應該都冇問題。右手邊呢壺就野生雞骨草茶，味道甘甘甜甜，幾好飲。喺大眾點評收藏打卡，佢就送一包俾你，每台最多3個名額。送菜上台，睇下有啲咩食。先嚟個蘆筍炒百合，非常新鮮。跟住主角出場，半隻燒鵝。上台嘅時候加咗啲乾冰，製造啲煙霧效果俾你哋打卡影相。有時呢啲少少噱頭都可以氹到啲客人開心，擺上社交媒體又可以同佢做下宣傳。餐廳都幾有諗頭，睇隻燒鵝都燒得好勻循，塊皮咬落去又脆又香，帶啲果木味，鵝肉都醃得夠味，啲肉都好嫩，肉質都好靚，個個朋友都讚好食。我哋8個人半隻燒鵝就啱啱好。呢個蘆筍炒百合，啲蘆筍又大條，又新鮮又爽脆，百合同樣都好新鮮。呢個大碗菜花都幾夠鑊氣。嗌咗個蟹子粉絲煲都好有水準，夠大鍋，夠鑊氣，夠乾身。呢個美極9隻蝦，如果啲蝦大隻翻少少就更加好。呢碟就係美國人中意食嘅甜酸排骨，排骨嘅肉就相對比較少，其實佢哋比較中意食多肉嘅咕嚕肉。跟住上台嘅就係山炸苗連鴿，炸得好香，肉質好嫩，啲肉好入味，非常好食，38蚊一隻，非常抵食。跟住就係9層塔焗大魚頭，先煎香咗大魚頭，跟住同埋9層塔一齊焗，大約8分鐘。香港食大魚頭就非常貴啦，呢個送148蚊就非常抵食。焗好咗，揭開個蓋，湧出嚟9層塔嘅味道都非常香，魚頭嘅肉都非常滑，最中意食佢啫喱狀嘅魚雲。呢個大魚頭都非常大，8個人都夠食，一個魚頭都切咗成10嚿出嚟，一嚿都好大嚿。中意食魚頭嘅呢個真係值得推介，都試咗佢嘅鹽焗海螺，海螺都算新鮮，不過呢隻螺都算大隻，朋友就覺得有少少韌。呢度嘅煨番薯非常出名，用柴火嚟煨，38蚊一份，有5、6嚿，煨出嚟嘅番薯非常之香又甜，朋友個個都話好食又抵食。呢個手工鬆糕咬落去煙煙韌韌，唔會太甜。喺大眾點評留言送咗呢份甜品俾我哋。呢個薑汁糕非常好味，外面嘅燕麥咬落去脆脆地，薑汁味又夠濃，個糕都做得好有質感。呢一餐大家都覺得好食又抵食，環境又舒適。下次再嚟嘅話，一定要試個泥煨雞。食完一餐美味嘅晚餐，坐車出返去酒店附近嘅興中廣場，欣賞下旗江兩岸嘅夜景。呢個摩天輪都成為佢哋嘅地標。又感受下佢哋嘅夜市。當晚係星期五，非常熱鬧。坐喺岸邊，同朋友食下嘢，飲下酒，傾下偈，都非常寫意。又有現場表演，所以呢度嘅興中廣場每逢周末都吸引大量嘅人流，非常旺場。呢度穿出去就係遊客必到嘅書民西路步行街，穿過呢條旗江橋就返酒店。咁靚嘅夜景，我哋沿路都影咗好多相。酒店房間就包埋宵夜，供應時間就9點半至11點。如果食晚飯食得早，夜晚都可以來食少少嘢。早餐同埋宵夜都喺呢個位置。因為酒店嘅規模都唔係好大，呢度嘅餐廳就細細地。宵夜嘅食物都係簡簡單單，有2款粥，有送粥嘅料，鹹蛋就攞晒，後尾會添加返3兩款包。呢度最好就有個麵檔，有粉麵食，有雲吞，有牛腩。以宵夜嚟講，其實都算唔錯。佢哋都好闊佬，雲吞都俾一大碗你，啲小雲吞都幾好食。瞓咗一晚都好舒服。又睇下佢哋嘅早餐有啲乜嘢食。如果你房間包咗早餐，早上7點之前 check out，可以提前聯絡佢哋打包一份早餐俾你。早餐嘅時間都比較長，供應時間由7點到10點半，瞓晏少少落嚟食早餐都冇問題。而家帶大家睇下有啲咩食。呢度早餐都有雞扒食，呢盤就係炒腸粉，之後就換返炒麵。
呢邊就蒸包同埋蒸點，有小籠包。粉麵檔嘅料有雲吞、有蝦、有牛丸、牛腩。睇晒啲食物，可以話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中西式嘅食物都有供應，熱門嘅早餐食物都有。如果你訂房嘅時候冇包早餐，額外加呢個自助早餐都係48蚊。有咁多食物，價錢都算係好相宜。我食早餐嘅胃口就唔係好大，除咗影出嚟嘅食物，我仲食咗一碗豆腐花。朋友都話呢度嘅早餐 OK， 冇咩投訴。食完早餐休息一陣，大約11點就 call 車去呢個麗景苑，book 咗喺裏面嘅香山家宴食晏。呢度位於西區，離酒店唔遠，call 車都係大約10幾蚊。揀呢度食晏，除咗香山家宴出名之外，呢度都有展示中山嘅生活文化同埋孫中山先生嘅歷史。喺呢度食嘢之餘，都可以喺度感受下氛圍，影下相，打下卡。粵劇、舞獅都係廣東文化。呢度就有啲傳統嘅木工工具，展示咗大大小小刨木嘅刨。呢幅書法寫出人生哲理，如果想成功，必須包含4種品德：勤、善、誠、信。做得到就會成為人生贏家。麗景苑創建於2007年。園裏面嘅建築物都係參照返嶺南嘅風格，用青磚建造。跟住就睇下孫中山先生嘅事蹟。呢個讀書堂重塑返孫中山先生童年時讀書嘅情景。原來佢童年嘅時候屋企都係比較窮，9歲先至入讀村塾，背誦下啲三字經、千字文。但係佢就非常好學。遇到唔明白嘅地方，放咗學都會向村中嘅老儒生請教，直至明白為止。企喺度嘅呢個學生就係孫中山先生，個樣都做得好似。呢個拗晒頭，可能有啲嘢唔明啦。呢個麗景大戲台，唔知平時會唔會有啲表演呢？天下為公，博愛，呢啲都係孫中山先生嘅名句，自然成為打卡熱點。呢度都有一個孫中山文化資源主題館。另一邊嘅就係香山咖啡，呢間咖啡室環境都唔錯，我哋食完晏都會出嚟飲下嘢。中山嘅菠蘿同埋菊花都好出名，菊花加咖啡唔知咩味道呢？行完麗景苑，正式進入香山家宴。呢度嘅範圍都好大，有亭台樓閣水池，又可以欣賞色彩繽紛嘅錦鯉魚。佢哋喺度爭食，場面都好震撼。呢棵樹生咗啲野生靈芝。正式入去餐廳嘅範圍，裏面都好大，好多台。當日都見到有啲旅行團過嚟呢邊。大廳星期六日就要加1，出面呢啲一間間嘅就係包房，最低消費680蚊，另外再加1。點菜同樣都喺出面，
可以睇到好多菜式同埋新鮮食材。呢啲圖片影出嚟都好吸引，睇見都流口水。其實嚟中山食嘢，建議都係一班人嚟，8個10個都唔拘，人多先可以試多啲美食，海鮮都好多，時令大閘蟹都有。龍虱即係水曱甴，聽講話攞嚟炸都好香口，不過我就唔敢食啦。睇嚟呢啲入口海鮮價錢就比香港貴。生蠔睇落都幾靚。嚟到中山當然食中山地道美食，例如魚韻羹、鯪魚球。聽講話呢度手剁蒸肉餅都好好食，呢度啲蔬菜瓜果都好新鮮，有隻好特別嘅潮州青茄。睇下我哋嗌咗啲咩美食。鯪魚球夠大牙，蟹就麻麻地，可以唔使叫啦。蒸肉餅豬肉新鮮，剁得夠鬆軟，肉汁又多，真係非常好食。呢個無骨鱔食落都仲有少少骨。呢個炒臘味芥蘭，芥蘭新鮮又嫩，臘肉用五花腩嚟晒，啲臘肉都唔硬，咬落去又爽口，又有臘肉嘅油香味。秋冬食呢個餸就啱晒。呢個小欖魚韻羹，啲料都好足，又夠大碗，2個人食一碗都夠。食嘅時候記得加返啲胡椒粉，味道就更加好。招牌鹽焗雞用手撕雞嘅方式上台，隻雞都幾滑，味道都唔錯。呢個潮州青茄瓜夠新鮮又 juicy， 蒜蓉蒸幾好食。酥炸生蠔都炸得好香口，生蠔都夠新鮮。養生黑豆腐喺大陸食豆腐一定唔會輸，整體做出嚟嘅餸菜味道都好好，埋單每人150幾蚊。如果唔食隻蟹就會更加平。食完飯行返出去剛才經過嘅香山咖啡，咖啡室外面都有孫中山先生嘅銅像。呢間香山咖啡喺嶺南風格嘅建築物裏面營運，裏面嘅裝修佈置有中有西。喺呢個中西交融嘅氛圍下面飲嘢休息下，傾下偈，感覺都幾寫意。嗰日就冇菠蘿冰，就嗌咗手打香水檸檬可樂。香水檸檬真係幾清香，幾好飲。咖啡室隔籬有間香山書房，但唔知係咪要收費，可以喺裏面睇下書，又有 WiFi。書房外面都有個荷花池，呢2扇雕花門寫上如意吉祥，都充滿復古味道。跟住搭車去沙江墟，車費大約20幾蚊，諗住過去行下睇下有啲咩買。原來呢邊都好多衫賣，有啲檔口寫住外貿品牌處理，25蚊一件起。裏面都揾到好多牌子，見到啲有牌子嘅衫都係幾十蚊一件，價錢都好平。我啲朋友都買咗唔少，買衫買到不亦樂乎。跟住行咗去沙江墟街市，有啲賣廚房嘅用品。街市呢邊就好多乾貨、乾果，仲有啲口立濕。朋友對呢啲都好有興趣，又買咗一堆。喺沙江墟可以話滿載而歸。呢檔啲神灣菠蘿試食過，食落唔甜，仲有少少渣，有啲失望。喺沙江墟行咗個幾鐘，超出我哋嘅預算。又拎住咁多嘢，決定搭車返酒店先，放低啲嘢先去食飯。因為比較夜，又冇訂位，決定去返國際嗰邊食晚飯。原來之前我哋飲茶食咗超過400蚊，200蚊就有半隻沙姜雞送，就送咗2張雞券俾我哋，1個月內有效，晚飯就可以用。今次嘅晚餐變咗有一隻免費嘅沙姜雞食，都變相慳咗100幾蚊。佢送嘅雞都好好食，雞肉都好滑。呢個冷盤青瓜都好新鮮爽脆，5柳炸蛋，啲蛋都炸得好香，5柳汁都好美味。呢個咕嚕肉又有菠蘿又有紫薑，啲紫薑好好食，甜酸汁都做得唔錯。勝瓜櫻花蝦竹笙浸魚肚，份量都非常大，魚肚又多又腍，勝瓜又新鮮 juicy。食完一碟再 encore 多一碟，人多就嗌多碟菜。呢個蝦醬蜜穗柚花炒得夠野味。呢個大貴蝦夠大隻又爽彈，炒得都好有鑊氣。呢個鮮玉米花枝煎餅太好食啦，食剩半嚿先至醒起唔記得影相。酒樓送嘅南瓜露都好好味。呢間國際酒店嘅中菜廳水準都唔錯。朋友就 book 咗夜晚按摩，趁未到時間去附近嘅步行街散下步，欣賞下夜景同埋影下相。當晚係星期六，
旗杆橋兩岸都好熱鬧，周邊都好多食物攤檔，買啲美味小食。不過我哋啱啱食完飯就冇幫襯到啦。而家宣文西路步行街都重新裝修過，不單靚咗，仲加入咗啲特色鋪頭，令商鋪更加多元化。夜晚行就會有啲燈光效果，氣氛就更加好，影相就更加靚。鋪頭呢啲玻璃木門都係中山市政府出錢資助，希望呢啲鋪頭更加整齊劃一，配合返步行街歷史建築物嘅味道。中山市政府對呢條步行街都非常重視，投入大量資金、人力物力美化同埋維修，希望呢條步行街為中山市帶嚟更多旅遊嘅收益。而我哋作為遊客都好開心，呢群歷史建築物得以保留同埋美化。行呢條步行街嘅時候就更加享受。第一、第二日喺中山，大家都盡情食買按摩，可以話意猶未盡。今次中山嘅2日之旅到此為止，第3、第4日就去珠海，繼續食好嘢。未訂閱嘅都請大家訂閱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